再来看高雄的凤山溪，5月底有一件废水的污染，昨又搁有柴油的污染。一间食品工厂放柴油的油桶歹去，柴油外流到凤山溪哦。环保局要求业者要变好清气，上济卖当罚业者600万。溪水内底出现乌烧油，搁有阵阵油光。环保局人员10时透早伫高雄凤山溪或凤山圳地方池附近，发现溪水卡着大量的油污，搁有臭味。巡山队早发现污染源来自美山路30巷桥附近，是食品业者厂内柴油起阵做的自漏阀断去，泄漏大约100公升的柴油，造成柴油泄漏流入凤山溪。违反水务法第28条的规定，裁处1万到600万元罚锾，并命现勤清除河面油污。环保局人员入密业者工厂做采用准备开发，下游嘛设炸油索甲吸油面，要阻挡柴油扩散。虽然油污10时已经清了差不多啊，但高雄这礼拜定定落大雨，15透早再度落雨，有理场表示部分油污已经来到下游。有些油污已经往下游流了啊，从凤山圳已经流到我们博爱桥这边了。他用那个染油绳，其实不会完全的把那个油给吸附掉啊。凤山溪5月底6月初接续发生大量死鱼仔甲树叶废水污染的事件，才拄啊过半个月，阁有业者厂内柴油泄漏，唔但影响水质，臭味嘛影响居民生活。里长呼吁市府要加强稽查，避免阁有业者污染溪水。记者陈焕武、面交关高雄报道。